后来乡亲啊，台中早起嘛是来落强降雨，结果沙落做大水，这个雨水是淹到有半个脸台悬。菜市仔底卖水果的头家卖富收，有几若箱的樱桃甲榴莲拢来泡水，还佫有路基挖空、涂骹必顺，雨水一直泄出来，这个车驶过、骑过，拢真危险。 好是车通道，伫咧路口停止线的头前，民众看到地基互冲掉，路里阁有一条长长的必顺路阁铺起来，大量的雨水一直冲。必顺的地点伫咧台中沙落镇南路二段，路除了淡谷骨，阁有必顺咧出水，机车的骑士若是经过，恐惊会引发危险。 同款伫咧沙落沙电路顶，规条路拢是黄色的水，车辆经过袂输伫咧洗船，拢积水起来。除了路边的排水沟啊，变甲袂输咧出泉，嘛造成附近的北四溪北水中。啊，若伫新兴街积水的深度达到半粒连那悬，而且阁因入去边啊，当咧营业的店家，工作台骹积水是一直来，互业者是真歹做生意。 若像安尼，若落大雨拢像安尼就对啦。若像安尼拢会淹开啦，落大雨拢会淹开啦。受到低压甲西南风的影响，在埔台中市过咧变大雨，沙落是淹甲真惨。敢是去翕到立新街菜市仔淹水的瞬间，兼加外口的路因为大雨已经开始积水，民众举雨伞行出来看，看一个办事积水的深度，敢若会愈积愈悬，开始提早准备，摕挡板甲砖啊挡伫咧店门口，有影过无偌久，水就淹到店门口。 水积了真紧，嘛退真紧。现场的店家已经开始咧整理，不过菜市仔内底的果子大，心是真痛。当下积水的速度伤紧，根本就袂复收，几若箱水果拢浸水。樱桃、榴莲都泡在水里啊！完蛋了啦！除了沙落，民众伫咧台中、台湾大道坐公车，翕到公车经过路面的积水，拢积水起来。有网友讲，袂输是咧台湾大道白灵泉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